你知道咩係貿易逆差咩？佢又點樣影響股市呢？貿易逆差 （trade deficit） 係指一個國家進口嘅商品同服務金額超過咗出口嘅金額，即係該國對外國商品嘅需求大過自己嘅供應。簡單講，當你買入比賣出多，就會產生貿易逆差。貿易逆差對股市嘅影響可以好大。首先，長期貿易逆差會導致該國貨幣貶值，因為國際間對該國貨幣嘅需求減少，投資者會擔心未來經濟會因為貿易失衡而進一步惡化。貨幣貶值會影響企業嘅盈利，特別係進口成本上升，進一步拖慢經濟增長。再者，貿易逆差亦可能引起其他國家嘅報復性關稅或者貿易壁壘，令出口商嘅營運成本增加，企業獲利會下滑，從而影響股市表現。總結嚟講啦，貿易逆差係股市波動嘅一個重要因素啦，因為佢會影響經濟增長、貨幣價值同埋國際貿易，對股市造成壓力。如果你想了解更多貿易對股市嘅影響，記得 follow 我，了解更多投資技巧。記得訂閱賺錢零距離，唔好錯過更多財富秘訣。